Chapter 係一位花藝師，同時經營一個鮮花販賣機嘅業務。香港中高端私人屋苑同埋香港機場就係我嘅主場。Hello， 我係阿成，嚟自 Sunrise Chapter， 咁亦都係一位花藝師，我翻嚟位於元朗區。因為 BNI， 我實現咗一次花藝師同埋花藝師之間嘅合作。我同阿成一齊嚟到香港國際機場，買咗一部鮮花販賣機。今日同你分享下點樣透過 BNI 合作同呢個方法，令到我哋生意迅速地去增長。Let's go！因為以前工作經驗，對一啲科技點樣融入日常生活嘅產品特別留意。呢幾年 Internet of Things 嘅概念一直喺我腦海當中。終於我有一個機會可以將鮮花放喺鮮花販賣機裏面購買。係開花店㗎，明白做花店係好難。鮮花行業嘅痛點就係局限性好高啦，包括鮮花嘅花材啦、人工處理花材嘅成本啦，再加上地區嘅限制，變相運輸成本係好高。呢一部機能夠用平過成間鋪嘅租金去租一個地方，同時又唔需要請人看鋪，只要解決地區限制，利潤一定係好可觀。同埋我見到其他國家嘅機場都有花店嘅時候，但係香港就冇。所以 Claudia 一問到我嘅時候，我聽到租金同埋本身機場同埋我花店嘅距離，計完個成本，我二話不說立即應承咗做香港機場得 No.1。我想開拓呢個科技融入生活嘅全新渠道，都可以放置一部24小時購買鮮花嘅鮮花販賣機。因為係 BNI 嘅會友，我哋有一個傳統配合創新嘅精神，好願意去嘗試一個新嘅合作嘅生意模式。所以而家做生意唔只係自己跑 ，BNI 可以幫我快速把生意擴充，揾到最適合嘅合作伙伴。合作共贏 BNI 係一個可以實踐到同行不是敵國嘅地方，唔係一個口號。生意其實真係可以好快唔同。祝合作愉快！